台南的大东夜市最近出现一对姊妹啊，姐姐大约7岁，妹妹5岁，两姊妹啊就坐伫个停车场的出入口画卖饼，讲要倾学费。这一个卖就卖到深夜11点外，拢卖甲拄久咯。啊，讲两姊妹啊的妈妈就伫个无偌远的所在咧飞手机啊，这时候夜市啊摊商看袂做哩，当场呛问这个妈妈，哪遐尼啊阿嬷，搁互囡仔出来画卖咧？这个妈妈竟然应讲是社会局讲的，讲只要有大人伫个边啊，都无要紧。5岁妹妹坐伫椅头啊，捧一大盒仔饼咧叫卖。讲卖饼是要趁学费，边仔还阁有一个7岁的姐姐，姊妹仔两个都伫夜车内面卖饼。几点了？11点了呢，快11点了呢。台南台东夜市最近经常出现这对姊妹啊，就伫停车场出入口咧卖饼。因的妈妈呢，就伫附近的所在，坐伫机车顶咧耍手机啊。有民就发现，我去问：你让他在这边吧，你坐在那边，谁都看不过去哦。我跟你讲哦，他几岁啊？你几岁啊？你有手有脚觉得你不了解，什么不了解？什么叫做不了解？妈妈无感觉唔对，还阁回答：社会局讲，大人伫边仔就无关系，只是互两个囡仔伫个深夜咧卖物件，夜车内面卖少摊商嘛看袂落去。他的爸爸妈妈是躲在暗处在看小孩，利用小孩子博取社会大众的爱心，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的。摊商嘛已经报警，警方讲已经通报社会局，不过社会局为什么拢无处理？并没有让这个小朋友做一些危险的行为，那初步来判断是不违反儿少权法，但是因为这个小孩子应该还是在就学的阶段，然后也11点多了，对小孩子的身心健康这样是比较不利的。虽然无违反立消法，但是互囡仔伫深夜也咧卖物件，大人煞伫边仔咧耍手机啊，真正互人看袂落去，引发负面的社会观感。